6月6日，旅遊局與 PubMart 合辦嘅大型文旅項目——與 PubMart 漫遊澳門開幕。PubMart 中嘅 Baby Molly、Crybaby、Dimu 及拉布布4大頂流角色登陸澳門，裝置分別會喺風塘斜巷、白鴿巢前地、崗頂前地同埋氹仔排角路休憩區同大家見面。活動期間打卡話題並分享照片，即可領取限量款明信片。此外，活動期間喺全澳商戶線下使用指定電子銀包支付滿100元，即可參與抽獎。旅遊局局長文以華表示，項目將澳門與潮流 IP 融合創新。主要咧都係通過 PubMart 嘅一啲嘅IP 啦，希望佢哋咧真係走出嚟，就係走出我哋嘅街區啦，去行下街啦，去到唔同嘅地方，去到打下卡同埋消費嘅。咁都係希望咧係將澳門嘅美食啊、澳門嘅一啲嘅文化嘅一啲內容咧係帶俾我哋嘅遊客啦。咁佢打卡之餘咧，亦都係認識下有唔同嘅美食嘅。6月6日起至9月21日，跨越暑假嘅108日狂歡開始啦！